中华鹿港有一个老师傅，甲特别落水的传统的工艺发扬光大。伊甲香炉、蜡烛台等等的饰器变做精巧的立体石雕，不管是动物、人物，或者是神像，这个动作甲表情拢有够逼真。伊的作品，佫是2005年两花破冰的台湾破手礼。 用钢推啊，钢一位老师傅陈万玲，甲细汉后生陈志成分工制作人物雕塑。大小不一样，就慢慢的 Q， 眼部肌肉差一点点，那个表情就不一样。伊的核心功夫就是爱准则温度，甲钢的力度。我这若无水压，你看它马上就溶掉。 每一个部分，佮爱拍无抛光，指导后生制作即阵观众秀，伊的肌肉，抑佮有这边边甲连肌，拢亲像真的，敢若眼神都会当听透的规律。整个形体的塑造是最困难的地方啊。 陈万玲14岁就对伊老爸学习手工打造，到即马将近60档。但是伊伫20多岁的时阵就发现讲，若是敢若会晓做这烛台甲香炉，即门手艺一定会拄着困境。一直做这一些传统的东西，以后还是会没落。传统的东西啊，一直要把它创新，才可能延续它的生命。 伊融合西洋的艺术，开创属于家己的作品。这四大金刚，顶半身肌肉线条，甲下半身的铁架，拢听得那架水。同事像我们头发，我们把它剪，是不是那个烤母肉哦，就会直直的。铜片用剪的话，它那个尾巴就会尖了，像我们头发长出来这样子。 野剑的金刚真威风，摕笔背弹出曲调，野火线是咧惹火，手内有灵的代表，团龙为顺，四大金刚代表风调雨顺。另外，这两回办的是2005年两花破冰之旅的台湾破手礼。陈万玲伊是国宝级的师傅，真幸运的是4个后生一共3个拢继承伊的行业。工作上是不会有什么心难，因为你有兴趣就会克服很多挑战。 陈万玲或者手工的写起新生命，好百年的工艺会当传承落去。